开火煮水，控制温度，将精选的咖啡豆仔扭好重量，全部的动作拢做到一点点啊，拢无加无减，拄拄啊好。这是头家陈玉梅对家己的要求，也是对顾客负责任的态度。这档手工咖啡开伫咧台南市立殡仪馆边啊。头家陈玉梅表示，伊曾经因为一寡机缘，抱祖先救了家己，闪过一场重大的车祸，所以伊用感恩的心，要来服务这的家属甲先人。那是因为为了家属而来，他们的辛苦，实际上我可以去理解。那10几天都是在这个地方，他们那种疲劳，还有身心的煎熬，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，那为什么我不用健康咖啡给他们呢？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我才一直在这个地方，就没有到观光区里面去。我觉得服务他们那种感觉是我最快乐的。抱持着服务的心，佮加上有先人的看顾，所以陈玉梅的手工咖啡非常的用心。伊秉持着健康咖啡的理念，对咖啡豆的选买、冲泡器具、水质，一直到装咖啡的杯仔，全部拢是用心经无毒的，让顾客会当安心来啉咖啡。实际上，我是先从选豆开始。那选豆的话，从烘焙，我这边的豆子几乎都是2个礼拜之内，因为我的量比较大。那我们也采取小烘焙，就是以比较小烘焙，然后以新鲜为主。所以这个是我刚开始经营的时候，要给家属呈现是第一次的一个健康咖啡的概念。那个再过来的话，就是我所采用的就是那个杯子。杯子的话，就是因为那时候也找好久，这个是属于地球杯，也是因为我们国人发明的。那因为我们觉得，身为我们台湾人，既然是我们国人发明的，那么我就觉得更应该去采用它。这是我的第二个想法。那因为既然我的咖啡是属于健康咖啡，我更不允许它在我的咖啡里面有一个就是会溶出那个塑化剂出来。所以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在这个地方，我希望我的客户喝的对身体都是有帮助的，都是健康为主。头家也真爱创新，定定去研究咖啡相关的新器具。亲像是这项美国科学家所发明的爱热压，用加压的方式来泡，伫一般的咖啡店是看袂到的，而且口感甲气味也较高。头家坚持健康又有趣味的咖啡，将工课当作兴趣甲感恩的服务，安尼才会当经营了长长久久。台湾新闻网只好采访报道。